788公斤，最低634公斤，总产28万公斤，饭碗牢牢地端在了我們自己的手中。我叫朱有勇，呢啲年呢，大家都知道呢，我因為嗰句說話呢，讓水稻上山。當年通過永樂大典研究出水稻上山，差啲做咗諾貝爾獎嘅讀者，因為對雲南呢做出重大貢獻。當地村民呢叫我七頭，但係今天我想講嘅係另一面，嗰啲數據、榮譽、鏡頭背後嘅現實冇咁光鮮。嗰陣時呢，我真心相信科技能改變命運。我哋自然嘅 GPU 都能超輝達體積嘅3000倍，農業亦都可以做到。最初嘅試驗好艱難，水稻怕旱、怕風、怕冷，而山上3樣都唔少。我哋修梯田、打灌渠、裝滴灌、科研隊員曬到脫皮，終於喺元陽鎮嘅坡地上稻苗綠咗。嗰年呢，媒體嚟咗話呢個係奇蹟，領導嚟咗話呢個係脫貧嘅方向。我企山腰睇住稻浪翻滾，心裏面就覺得自己做對了。因為原來乾旱嘛，老在田裏面跑，也不太注意怎麼說。但是我夫人經常會告訴我，你又變成上京變寬了，你又變成是違背自然了，你又變成是騙取。下一步即將推出無水養魚，一旦推廣成功，每個項目都要掉頭走。但係後嚟我慢慢發現不對，而家嘅農民只係窮而唔係傻。山上種水稻成本太高啦，每一畝地要修渠，要打泵，要電力，要機具。平原上一畝地成本幾百蚊，山地起碼要上千嘅。更糟啲係維護難，設備壞咗要人上山整，颱風一來成片田被沖爛，乾旱嘅時候又冇水源補，農民冇咁多錢，亦都冇咁多力企。幾年後，好多當初參與嘅梯田又荒廢咗。好多人就遇上我真係慘過做雞收到假鈔。有人話呢個係科技嘅勝利，我卻越嚟越覺得嗰只係數據嘅幻象，就好似開坦克進入白宮一樣。有啲地區嘅產量被誇大，有啲報告掩蓋咗失敗。我去過一個試點，當地農民苦笑住對我講：朱教授，種植一季水稻要接3季玉米。我嗰陣時一句話都講唔出，直接將我想喺月球背面種水稻嘅終極目標打消掉。更讓我難受嘅係一啲地方將水稻上山當咗政績工程，山冇水亦都要種，土壤不適都要開渠，照片好睇比收成重要。好多梯田嘅水稻咧，只活咗1-2季，而拍完相就荒廢啦。嗰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理想冇錯，但我錯就太相信制度嘅理性。我感覺是現在我們的高標準農田，它標準不高啊。現在是央補900，省補600，1500塊錢建設高標準農田，這個建出來以後，我們老百姓都在下面反映，這個高標準農田標準不高，所以建議能否是在省級層面統籌一下各塊資源。其實我一直清楚山地農業嘅根問題呢，唔係能唔能種，而係邊個能夠持續種。一個地方嘅環境、水源、成本、農民結構先至係真正嘅基礎。水稻上山呢係一個夢，但夢不能脫離現實。正所謂人間3大幻想，美股暴跌 A 股賺錢，佢會愛上你。而家回頭睇，我仍然尊重嗰段歲月，咁係我最真誠嘅努力，亦都係最深刻嘅教訓。我從來冇諗仔欺騙邊個，只係嗰陣時太相信科技能征服自然，可自然有佢個規律，人不能太狂啊。有人問我後唔後悔啊？我話後悔，但係唔收家，因為失敗呢，亦都係一種致富嘅捷徑。當然，說實在的，非常委屈，還是委屈。你比如說，我就在這裡待了8年了，連吃頓飯來農家吃飯我都交錢。提醒我哋農業唔止係技術，更係人同土地嘅關係。而家我走喺嗰啲曾經嘅山田上邊，睇住雜草覆蓋、灌渠乾裂，風吹嘅時候呢，嗰啲當年舉住稻穗嘅少年呢，又浮現喺我腦海。
我諗對佢哋講對唔住，對唔住，嗰個夢太美，亦都太貴。我當年以為自己喺改變世界，其實只係讓山更攰，讓人更辛苦。但我仍希望呢段故事能夠讓後來嘅人少走彎路。農業不是奇蹟，係時間，不是口號，係內心。真正嘅進步唔係將稻子搬上山，而係俾農民心裏不再落山。歡迎訂閱呢個信徒，感謝大家使咁多時間觀看呢個視頻。你們在這喝喝咖啡，看看外面的風景，這邊空氣也好，是不是很漂亮啊？是不是很爽？對不對，家人們？啊，可以不？有補貼的地方就有可能會有造假，比如我們的高標準農田，有的地方要求啊，這個水渠底板的厚度到10公分，事實上它只修了6公分。有的申報啊，說修了5公里的機耕道，事實上它只修了2公里。江西袁州的紅塘村那個施工的為了圖省事，直接把田裡面表面的耕土層挖起來修了機耕道。你說那種田種起來還有個鬼的沉呀！连云港老李撐不住了，這塊田210畝，昨天剛收完，賣了24萬6，準備自掏腰包5萬塊錢毀約，還有3年時間，1260元的田租，他撐不下去了。還有一位千畝大戶王老闆向我們透露，準備付15萬違約金。我相信，不到迫不得已，他是不會這麼做的。最後一次回答這個問題，很多的網友問我水稻上山我怎麼看？我的回答是：第一，作為一種技術嘗試、一種技術研究、一種技術儲備，別說水稻上山了，就是水稻上火山、水稻下大海，我們的國家就應該對這種技術研究進行支持。現在這基幹部這個日期了嘛，我這是出手省，你們想不想燒？主要看你們泥齡達不達標。哎呦我的媽！不達標重新修。不能收秸秆，你怎麼收秸秆？怎麼了？75歲了。不是，我問你怎麼能收秸秆？啊，我75了。我不是問你年齡多大，收秸秆是不對的，不能收秸秆。75歲了。哎呦我的媽！75歲什麼意思啊？我家裡不能收秸秆。我今年就是75了。說實在的，畝產2600斤，我是真的不太敢宣傳。為什麼？很多人都不信。你看我現在所占的田塊就是這個是江西5種的田，頭一季度割的平均產量1650斤。第二季，你看我們現在是占着它田間的第二季的一個田間表現，這是再生季。來，我們先看一下啊，這個是稻莊啊，這是收割後的稻莊，當時是這樣的，對吧？全都是稻莊。這個田塊是做直播的啊，做的再生稻。現在第二季，來咱們看一下這個妥妥的200畝的連片啊，妥妥的800到1000斤的平均產量，應該還是沒有什麼問題的，是吧？整個穗子。這是再生稻的穗子嗎？這個800斤到1000斤有難度嗎？來，我們種植大戶來看一下。我說實在的，我是真的不敢宣傳，但是我又忍不住想講一下。水稻上山，不要過多的糾結是不是有788公斤。其實這個788公斤是存在的，它存在於朱有永院士的一個試驗成果，只有1畝。那麼我們大田推廣，這個呢就是500斤、600公斤，就是如此而已。它主要也是一個解決我們吃飽飯、吃好飯、吃上大米的問題。那麼我們種植水稻上山，就像你外出打工一樣，你是為了多掙一點錢，而你去打工呢，不是說，哎呦，我就當大老闆了。你去上學，我就一定上北大清華。水稻上山很受農民的歡迎。今年我們在山上搞了40-50畝，每一畝可以達到1000多斤的稻谷啊！我們把糧食都牢牢地把握在手掌之中。賀州可達梯田就是在這裡了，就在那裡。